個嘅城市經濟其實咧係由今屆政府牽頭大力去推動。咁所以我哋先邀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同我哋上台去分析一下城市點樣帶動整個香港嘅經濟。有請羅局長。陳文副總裁、蕭世和先生、吳守基主席、蘇彰德教授、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日真係好高興可以出席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同埋中銀香港合辦嘅財富管理博覽2025高峰論壇，亦都十分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作為主題演講同埋論壇嘅嘉賓。呢一次嘅高峰論壇嘅主題係盛事驅動經濟，體藝文旅融合，全部都係我嘅範疇嘅嘢嚇，係當下大家都好注意同埋好關心嘅課題嚟嘅。所以接下嚟嘅時間我希望可以先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睇法，然後亦都可以同吳守基主席同埋蘇彰德教授兩位好朋友去就呢個課題進行一啲嘅交流。我上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啱啱係超過咗半年。期間文體旅局嘅同事一直都係積極推動文體旅產業發展嘅創新，以及係發展盛事經濟。而發展盛事經濟嘅工作更加係進行得如火如荼。香港一直都係充滿活力嘅國際大都會，我哋得天獨厚，擁有深厚嘅中華文化底蘊，同時亦都係中外交流嘅橋頭堡。擁有多項國際級嘅基建設施，透過政策創新同埋資源整合，香港嘅文體旅產業絕對可以有更多嘅可能性，進一步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旅遊業係香港經濟發展嘅其中一個重要支柱。2023年我哋香港開始走出疫情，特區政府多管齊下，積極推動旅遊業復常。去年已經係初見成效。2024年訪港旅客嘅人次接近4500萬，按年係增加超過30%。而今年頭5個月已經錄得2000萬嘅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係增加12%。當中內地旅客係佔1500萬人次，非內地旅客嘅人次係500萬，分別係按年多咗約10%。同埋18%，所以旅遊業嘅增長嘅趨勢係好明顯嘅，勢頭係良好。我哋目前係正根據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2.0，聚焦文化、體育、生態同埋盛事加旅遊嘅方向，推出更加多創新嘅旅遊產品，吸引全球嘅旅客。首先，特區政府同香港旅遊發展局致力強化旅遊同埋文體活動嘅聯動。正如本月初舉辦嘅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以及好似頭先阿嘉欣都有講到，我哋下半年會接續登場有一系列嘅活動，香港盛夏派對啦，大家都好期待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啦，香港單車節、香港繽紛冬日巡禮、香港嘅跨年倒數同埋新春國際花車匯演之夜等等呢啲活動都會推陳出新，務求做得更好、更大、更強。為咗熟悉呢啲盛事嘅旅客我哋帶嚟全新嘅體驗；而為新嘅旅客我哋希望吸引佢哋慕名而嚟，同時延長逗留香港嘅時間，刺激消費。旅發局亦都會持續邀請全球各地嘅知名網絡紅人 KOL 嚟香港體驗，透過佢哋嘅影響力，向世界展示香港真實嘅活力同埋文化嘅魅力。與此同時啟德體育園自從今年3月1號開幕以嚟已經係吸引咗多項嘅國際體育盛事落戶香港。多元化嘅體壇盛事亦都係一浪接一浪，展示咗我哋香港舉辦世界級體育盛事嘅實力，大大推動咗香港體育嘅發展。喺2024至25財政年度，
共有30項咧係獲得 M 品牌計劃支持嘅大型國際體育活動賽事喺香港舉行，呢個咧係創咗歷年新高嘅。喺今年嘅上半年，香港已經舉行咗12項獲得 M 品牌認可嘅大型國際體育活動，包括3月底可能大家都有參觀過嘅喺啟德主場館舉行嘅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3日嘅活動一共吸引咗超過11萬名嘅觀眾，比起2024年咧係增長咗大概13%，當中超過30%，即係話多過3萬人咧係嚟自香港以外嘅遊客。至於連續2年喺香港舉辦嘅 Live Golf 高爾夫球賽呢，亦都吸引咗嚟自40個國家同埋地區以及大灣區等嘅近4萬名觀眾參與。當中咧係不乏具消費力嘅海外高端客戶，人均嘅消費咧約為2300美元，為香港咧係帶來可觀嘅經濟回報嘅。足球咧亦都一向係香港市民熱愛嘅體育盛事。喺剛剛過去嘅5月底，我哋有英國嘅足球勁旅紅魔鬼曼聯同中國香港代表隊嘅對戰。雖然作為曼聯球迷咧，我唔想講下邊呢一句嘅。但係的確，曼聯今季咧戰績係比較失色。不過呢場賽事咧，我哋仍然係吸引咗超過33000名嘅球迷冒住大雨入場觀賞。接下嚟嘅7月份，香港同埋亞太區嘅足球迷咧，將會喺香港足球盛會2025見證今屆嘅英超冠軍紅軍利物浦、AC 米蘭以及阿仙奴對熱刺嘅北倫敦打比。喺啟德主場館揭開戰幕，呢2場嘅比賽咧嘅門票咧一開售即刻火出售罄，所以一陣間你就算捉住我咧，我都冇飛可以幫你揾嘅，真係一票難求。我哋有信心咧，呢4大嘅足球勁旅訪港嘅期間咧，球迷係會盡情享受呢一股澎湃熾熱嘅足球嘉年華氣氛，連帶咧係帶旺香港嘅人流同埋消費。除咗吸引唔同嘅體育盛事之外呢，舉行大型嘅文藝表演活動呢，亦都係進一步推動盛事經濟發展嘅重要組成部分。啟德體育園嘅落成，提供咗一個世界級設備嘅大型場地，同時俾我哋一個重要嘅啟示，就係盛事嘅經濟效益。除咗活動門券收益同埋發售周邊產品嘅直接收入之外呢，旅客、表演者同埋運動員以及工作人員來港嘅住宿以及消費，都會為大量嘅相關行業，包括酒店、餐飲、零售、交通、清潔、保安、場地搭建、物流、技術支援等等，帶嚟無限嘅商機，為我哋本地嘅勞動人口創造職位，提振本地經濟，推動產業化發展。香港嘅土地珍貴咧，係人所共知嘅。過去我哋一直面對表演場地供不應求嘅困難，隨住市民對文化藝術活動嘅需求日益增加，並配合住發展盛事，包括演唱會經濟、推動文旅融合等等嘅新嘅政策目標咧，表演場地嘅預定政策同埋機制咧，亦都必須要與時並進，以創新思維進行改革。文體旅局咧已經係完成咗相關嘅檢視，我哋決定更加宏觀咁樣去重塑不同表演場地嘅定位，為各類嘅文化藝術活動提供更加切合時宜嘅使用空間，等我哋可以更好咁去把握文化產業同埋基建發展帶嚟嘅機遇。今日咧，我亦都希望借呢一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啲諗法。第一，紅磡體育館，即係我哋所稱嘅紅館啦，過去一直係以體育活動優先嘅，但係卻係因此呢，令到唔少有意使用紅館舉行演唱會嘅主辦單位咧未能租用，令到我哋呢個殿堂級嘅場地咧係供不應求。隨住啟德體育園嘅啟用，香港嘅體育同埋娛樂體驗咧已經係提升至前所未有嘅水平。喺啟德體藝館舉行嘅排球、手球、劍擊、桌球等嘅體育比賽呢，都受到運動員同埋觀眾嘅好評。因此呢，
我哋有空間調整相同大小嘅紅館嘅定位。香港嘅流行文化發展一直都好蓬勃嘅，例如喺上月底嘅一個週末呢，其實我哋同一時間一個週末裏面有4個唔同來自唔同地方嘅表演單位，包括新加坡嘅林俊傑、韓團 Baby Monster、本地歌手林峯、日本嘅中村雅俊。其實喺同一個週末喺我哋香港唔同嘅場館呢，都係舉行演唱會嘅，包括我哋5萬人嘅啟德主場館，我哋喺機場嘅亞洲博覽館，喺紅館，以及仲有喺灣仔嘅伊館，都有呢4場嘅演唱會。未來大家可以期待有更加多海內外嘅歌手呢會嚟香港演出，因此改變紅館嘅定位，目標呢其實係為主辦單位提供更加多珍貴嘅紅館檔期。第二呢，我哋會為長期演出嘅項目同埋粵劇呢特別預留一啲嘅場地，確保有實力嘅表演團體有合理嘅機會租用場地演出。呢一個新措施將會喺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嘅場地裏面推出，配合快將面世嘅重點演藝項目計劃。我哋嘅目標係促進更多有代表性嘅本地大型重點表演藝術創作誕生，甚至係長期演出。好多時咧，大家嚟到香港都話夜晚黑咧諗下要做啲乜嘢嘢。如果我哋有更加多呢一啲具代表性嘅大型重點嘅表演，可以不停咁樣去進行嘅話咧，大家嚟到隨時都可以有好好嘅夜繽紛空間啦。第三，康文署咧將會優化場地資源分配，騰出更加多嘅檔期咧，俾唔同嘅藝術團體使用。加上往後幾年，無論係特區政府、西九文化區以及私人發展項目咧，都會有新嘅唔同種類同埋大小嘅演藝場地落成。呢個咧將會更加能夠適切咁配合文體旅產業融合發展嘅政策目標。稍後咧，康文署就會公布表演場地租用政策新措施嘅詳細情況。呢一啲嘅改革將會為文化產業注入更強嘅動力，更加能夠增加就業機會，讓香港嘅文化藝術魅力更具吸引力之餘，同時創造更加多嘅經濟收益。各位，香港係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嘅重要橋樑。我哋將會繼續透過政策創新同埋資源整合，推動文化、體育、藝術同埋旅遊嘅深度融合，讓香港成為更加具吸引力嘅國際旅遊目的地，同時驅動經濟發展，等香港嘅文體旅產業邁向新嘅台階。多謝各位。多謝晒局長嘅分享。麻煩咧，局長咧稍移玉步去到咧就係台中嘅位置就座。嗱，同時咧，我哋亦都邀請埋咧我哋咧今日論壇咧另外2位嘅嘉賓，包括就係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主席吳守基先生，有請。另外就係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教授，有請。嗱，頭先啱啱咧，局長咧講咗個好新，亦都係好大嘅消息，咁啊，我都嚇咗一嚇嘅咁樣，咁啊，多謝局長，我哋咧就係有一個嘅，我哋嗰個嘅場地重新定位喎，咁樣嚟緊，咁樣包括紅館在內咁樣，咁所以咧即刻咧我啲題目咧可能就要改少少，咁我見到咧就係局長講到咧特別咧就係喺藝術方面咧場館嘅定位咧係增加個支援嘅咁樣啦，咁啊所以就先問一問蘇教授啦，咁樣你向來咧都好關注啦藝術文化發展啦，甚至係一啲嘅即係歷史博物館嘅建築咁樣。而家見到個場地重新定咗位，其實你自己覺得個幫助大唔大咧？同埋特別係即係以往我哋通常咧即係喺香港嘅市民比較喜好，可能中意受到奧運熱潮影響咧，即係可能係中意體育多啲噶嘛咁樣。咁而家多咗啲場地嚟緊，可能藝術嗰方面，你覺得個吸引力又係喺邊度咧？
多謝大會嘅邀請，都今日好開心咧，聽到局長頭先分享，即係我哋未來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期待同埋展望咧喺文化藝術體育方面嘅時候嗰個發展啦。咁阿嘉頭先問到我問題咧，我相信即係我一定要開始講就係，我諗如果呢幾年咧，你有朋友嚟到香港，或者你自己喺香港嘅時候咧，對於文化藝術方面有興趣嘅咧，你一定去過西九嘅文化區。咁呢個咧，我亦覺得咧係香港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亮點嚟嘅。差唔多即係我所有嘅外國嚟嘅朋友咧嚟到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去M+ 博物館啦，或者故宮博物館啦。咁然之後佢哋喺嗰度咧，其實每一次咧佢哋翻嚟咧都係讚歎不已嘅。咁我覺得咧就我哋打造呢啲嘅即係文化藝術嘅亮點同埋呢啲嘅場地咧，其實咧亦都係去到世界級。因為最近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啦，就如果你講緊M+ 博物館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今年咧，我知道咧，佢哋都係準備緊咧，係迎接佢哋第1000萬個訪客㗎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展覽啦。呢幾年大家可能記得啦，即係日本嘅藝術家啦，草間彌生啦。咁啱啱亦都係多謝即係中銀嘅支持啦。呢個貝聿銘嘅展覽啦，咁亦都喺香港做完之後咧，亦都係去到上海。咁當然即係年底嘅時候亦有趙無極嘅展覽等等。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香港咧，特別喺呢一方面嘅時候咧，呢幾年嘅投資喺呢啲嘅文化藝術嘅場地裏邊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喺未來即係好多年咧，都會為香港咧帶嚟好多機遇，亦都係為香港咧係吸引到好多人才咧嚟到香港。嗱，簡單即係追問一句啊，其實你自己覺得咧，頭先你講咁多類嘅展覽啊，對旅客嚟講有冇觀察到邊啲特別吸引到佢哋，即係可以創造更加多嘅經濟效益咧？如果我舉一個例子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有睇到而家 M+ 博物館裏邊咧係關於畢加索嘅一個展覽。咁其實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喺外國咧，佢哋都睇過畢加索唔同嘅展覽。但係我哋個展覽咧係相當特別，因為我哋呢個畢加索嘅展覽咧，除咗係展出大概60張畢加索自己好重要嘅一個藝術作品之外咧，佢仲係同亞洲嘅一個對話。咁呢一個部分咧，我覺得就係 M+ 博物館咧，作為即係我哋呢個中外文化同埋一個世界級嘅博物館咧，有晒中西兩邊嘅一個視野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做到，而可能好多其他嘅博物館咧，佢哋都未能夠做到呢個水準。明白。嗱，再問一問阿吳生啦，頭先局長有講到嘅就係話，咦，今年咧 M 品牌咧就係批出嘅一啲嘅資助嘅項目咧係創咗新高，你又負責係俾建議嘅係嘛？咁樣係啦，咁我即係想問下啦，體育盛事我哋向來咧都好支持嘅，咁其實究竟搞體育盛事係咪必賺錢嘅咧？因為你都有份搞噶嘛。其實搞體育盛事個主辦單位都係有啲風險嘅。咁當然啦，而家就我哋 M 品牌2023年開始改組，為咗係推動體育產業之後咧，咁我哋多咗支援啦，咁亦都係引咗即係多少少誘因，就個主辦單位咧，佢哋覺得自己風險可以承擔，所以之後我哋改組咗之後，就多咗好多嘅申請。即係疫情前我哋嗰陣時都係得14個 M 品牌，咁2023由 M 品改組咗之後，我哋係有30個批出咗一個項目，而唔合資格嘅我哋諗到我哋都turn down咗差唔多20個項目。其實係呢一個誘因係令到好多地方嘅唔同嘅 promoter 想將佢哋嘅項目拎嚟香港。咁而隨着而家啟德體育園嘅開始咗運作啦，咁我哋如果喺大型足球活動，仲有大球場2個可以配套，即係好似曼聯嗰陣時有少少，好似曼聯就去咗大球場，咁嚟緊7月啲比賽就去翻啟德，咁嚟緊前幾日睇新聞就話沙特杯嗰啲又去翻大球場，即係其實我哋多咗好多場地俾我哋做走盞。但係嗱，頭先講到你話個個人都爭住嚟申請啊，咁樣申請個資助啦，咁即係話咦，似乎應該係有錢途㗎咯喎，咁樣有賺錢。但係有冇話邊一類型嘅即係體育盛事咧係特別即係可能係嗰個經濟效益係特別大嘅咧？其實我哋希望就最主要推動個體育產業啦，因為對香港個發展係好重要嘅。咁而對香港盛事當然係群眾運動嗰度係
容易聚多啲客人，甚至乎訪港嘅客戶啦。咁另外亦都因為有好多項目，譬如嚟緊我哋商會舉辦個10月個乒乓球比賽個總決賽，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國家隊嘅強項。咁我相信呢個亦都會引到好多我哋大中華區嘅朋友嚟支持國家隊嘅。咁其實搞一個盛事一個比賽啦咁講，你譬如當一個 Rugby Seven， 你就係望見佢咁多隊球隊嚟到，淨係我哋酒店嗰個招待啊，嗰個已經係一個好大數字，都未計嗰啲旅客。咁其實如果啲酒店可以做多啲主動，做多啲 package， 同埋啲旅行社可以點樣提供多啲，同埋我哋而家佢哋嚟同我哋申請嗰陣時，我哋亦都會同嗰個主辦單位講，你一定要同旅發局亦都加大溝通，因為旅發局係呢方面推動旅遊嘅專家。咁我哋一齊合力，希望引多啲遊客嚟香港參觀呢個城市。嗱，同局長傾翻啦。嗱，其實見到咧就係我哋成個城市經濟。頭先你已經講咗，其中一個我哋面對嘅挑戰就係場地唔夠或者係分得唔平均嗰樣嘢。其實當局已經諗住嚟緊會做啦咁樣。除咗呢一個嘅挑戰之外，你自己覺得嚟緊真係要去推呢個城市經濟，我哋仲有冇其他挑戰係要去克服咧？咁政府又會點樣克服咧？其實咧，我過去都多次講過咧，我哋以前嗰個做盛事，不論係演唱會或者係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喺啟德體育園未落成之前咧，的確係有一啲嘅局限。呢個局限可能係我哋冇一個5萬人嘅大場館，或者係我哋根本個場地未必好足夠，所以譬如紅館咧，就演唱會可能要同排球賽或者係籃球賽咧，就要爭場地啦咁。我哋而家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實在我哋有一個大嘅主場館5萬人啦，我哋亦都有體藝館啦，體藝館啊，大家呢排都喺度講緊呢個女排嘅賽事，過往都喺紅館進行嘅，而家我哋多一個嘅可以做嘅地方，我哋仲有一個青年運動場，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可以要嚟踢足球啦，或者其他活動嘅地方。咁所以呢，我諗喺場地嗰個供應方面呢，啟德體育園嘅出現的確係幫咗好多嘅。咁另一樣嘢呢，就係喺疫情之後呢，我哋而家嗰個復常呢係越嚟越好。我哋而家見到，我剛才都有提，我哋旅客嗰個增長呢係明顯個勢頭係好嘅。今年嚟講呢，其實已經比舊年係多咗12%。咁而我哋而家講緊只係頭5個月啦。一般嚟講，我哋都話我哋嘅無論係會展業或者旅遊業，甚至係其他嘅大型嘅項目，都會集中喺下半年出現。咁所以其實而家個勢頭真係好。咁所以客人亦都翻嚟。咁我哋甚至咧喺旅發局嗰個宣傳推廣嗰度咧，我哋最近亦都將我哋嗰個盛事年表咧係即係梳理咗。我哋而家咧你入去旅發局個網頁一睇，仲要有條 link 好容易入到去你手機做個 APP。但係我哋喺旅發局嗰度咧，你會見到未來12個月嘅一啲大嘅項目。大嘅體育項目啦，或者係特別演唱會，大家好有興趣，我哋可以俾大家見到嚟緊嗰一啲。只要我哋可以公布嘅，我哋都已經擺晒上去，咁大家可以計劃嗰個行程啦。我剛才講過就係我哋其實過往亦都面對另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因為我哋嘅場地唔係好夠咧，除咗體育盛事之外咧，就係文藝嘅項目。剛剛阿 Douglas 講過咧，就係話譬如西九咁咧，佢嘅大狀王大家知道好受歡迎，又係一票難求。咁但係咪可以長久咁演出咧？其實除咗演員檔期之外，另一樣嘢就係我哋場地檔期。咁而家我哋今年年尾嘅東九龍文化區文化中心咧係會開幕啦。咁而我哋希望將嗰個場地咧係作為一個長期演出嘅場地。咁變咗我哋其實好多時去外國，我哋都會話，有冇啲咩文化演出我哋可以夜晚去睇下？咁會唔會買到飛㗎？咁我哋希望喺呢一方面落功夫。首先我哋有好嘅一啲嘅長期演出嘅亮點項目。第二樣嘢咧，我都喺度同同事喺度諗緊咧，就係我哋喺嗰個售票嘅時候，如果係旅客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係即日票啊，或者係其他，咁會容易啲去買得到，當晚就可以諗下有咩做嘅時候，就唔使諗，不如好似都冇乜嘢做喎，不如食完飯就翻去啦咁樣。有嘢做嘅時候，咪會留低啦。我哋呢排成日都係講，即係人氣來，我哋點樣可以吸引個財氣都來咧？我哋就喺呢一方面去為個經濟去下功夫啦。
嗱，講開嗰個即係藝術嗰方面啦，咁見到而家都多咗力度去支持啦，咁樣。咁啊，蘇教授同時都好關注咧，就係一啲嘅即係歷史嘅建築物啦，同埋就係博物館嘅。嗱，相對頭先局長講，全部都好吸引，因為佢好動態嘅咁樣。咁啊，呢啲即係我哋一啲嘅靜態嘅建築物咧，其實會唔會即係相對即係頭先我哋講嘅一啲例子咧，個吸引力唔夠咧，又可以點樣去克服咧？我都覺得有啲時候咧，呢啲我哋有啲好吸引嘅歷史建築物咧，太過靜態，咁啊變咗夜晚去到嘅時候咧，咁熄晒燈，好似即係完全冇乜活動喺度。其實頭先除咗阿局長提到咧，就即係呢幾年我諗多謝香港特區政府，因為我哋頭先講到有好多而家嘅大型場地咧，其實都係特區政府咧好多年前佢哋有呢個遠見，係願意咧係作呢個投資，所以我哋今時今日咧能夠享受咧好多10年或者以上嘅一啲嘅即係投資啦，同埋咧係辛勞嘅成果咧，我哋只會有呢啲咁世界級嘅場地。不過同時間咧我亦都覺得我哋香港咧，除咗新嘅場地之外咧，如果即係阿局長喺嗰個文化體育等等方面嘅時候咧，需要啲中小型嘅場地咧，其實咧我哋好多嘅歷史建築物咧都可以係值得考慮嘅，因為咧我哋呢啲歷史建築物咧。如果講緊係建築物同埋構築物咧，已經獲評級嘅咧，已經都有超過1200間喺分佈喺香港啦、九龍啦、新界離島都有嘅。咁啊，或者俾一個例子俾大家啦。咁有啲嘅構築物，可能大家仲記得幾年前喺深水埗地下即係地底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咗個配水庫啦。咁個配水庫咧就多謝即係政府方面咧，佢哋都係好重視啦。即刻做咗評級之後咧，而家咧連活化嘅工作咧已經做好咗啦。咁我最近咧都有機會咧係參加咗一個咧喺下底嘅一個藝術同埋時裝嘅表演。咁大家都可能去過呢個配水庫參觀，但係即係我諗可以諗一諗咧，就係話其實好多呢歷史建築物咧，只要我哋動下腦筋，或者咧係揾到適合嘅團體咧，大家一齊合作嘅時候，其實佢個用途咧可以係多樣化嘅。咁或者再俾多個例子俾大家咧，就係喺中區嘅大館啦。咁大館大家一定去過啦，咁大家可能冇諗過，因為今個月咧特別係局長大力推動呢個我哋嘅非遺月，大家都知道大坑舞火龍，咁但係大家有冇喺大館睇過大坑嘅舞火龍咧？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咧有好多咧係我哋咧係如果我哋用咗一個創新嘅思維去諗，或者咧係將一啲我哋香港而家已經現有嘅一啲嘅好珍貴嘅歷史建築物等等嘅時候咧，或者我哋咧可以用一個新嘅方式咧嚟到將佢哋咧係變成一啲係好有趣或者咧充滿歷史、充滿故事嘅一啲嘅場地咧，係吸引我哋嘅遊客啦，亦都係可以俾我哋本地嘅市民咧係可以多啲嘅享用嘅。多謝。嗱，講到即係歷史建築咧，可能就同呢個藝術方面融合多啲啦，即係好難。可能頭先你講即係嗰個配水庫好難踢波噶嘛，係咪？咁啊好難踢波。咁一啲冷門嘅運動嗱，應該點樣去推廣好啲咧？頭先我哋成日講，譬如排球啊、跑步啊嗰啲就好多人支持啦。冷門嘅又可以點做咧？其實暫時因為始終我哋個資源都係有限啦。咁如果太冷門嗰啲，我哋其實都係等個體育總會去慢慢做翻啲先嘅。因為我哋始終我哋而家大型體育活動裏面，即係嗰啲 M 品牌，啲人期望係一個盛事。咁如果你其實如果太冷門嘅運動，你係帶動唔到咁上下嘅人流咧，即係你始終係啲人覺得你個公帑方面嘅使用會唔會有啲問題咧？所以呢度我哋係要注意嘅。不過始終新興運動又好啦，咁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啱啱上星期都公布咗，我哋有個電競嘅比賽，年尾 Blast 係呢個我哋 M 品牌第一個電競比賽。咁我哋都係根據啲主流嘅，就算係新興運動，我哋都係會支持嘅。不過呢個已經係奧運項目啦，咁所以我哋係可以支持到佢嚇。明白。嗱，時間有限，我將最後2節咧就融合埋一齊去請教局長啦，咁樣。咁我哋就見到啦，其實而家其實周圍嘅地區都有講城市經濟，全部都係我哋嘅競爭嘅對手嚟嘅咁樣。嚟緊我哋點樣去展望我哋嘅城市經濟應該點樣行咧？需唔需要即係可能係去同大灣區做一個嘅城市嘅融合或者合作？我見你啱啱都喺上海翻嚟，有個西九文化周喺嗰度都搞緊咁樣，自己點樣睇咧，局長？其實咧呢度一定係會有
良性嘅競爭啦，但係亦都會有合作嘅空間嘅。畢竟當然我哋香港既然投資咗咁大，我哋啟德嘅體育園其實特區政府投入咗係超過300億嘅港紙，我哋當然希望透過佢呢可以係有一啲嘅經濟收益翻嚟嘅。咁同埋呢，亦都希望展示俾大家睇。我成日都話，其實我哋做盛事呢，外國啦特別係對香港可能有好多嘅誤解。透過呢啲嘅盛事，讓佢哋親身嚟到香港，讓佢哋感受，譬如好似我哋7人欖球賽嗰種歡樂氣氛，或者係我哋演唱會原來可能其實呢啲嘅樂隊都會喺唔同嘅地方有 tour 嚇，佢都會係唔同嘅地方表演，但係喺香港特別好睇喎，因為我哋場地好，或者因為我哋個氣氛好，特別好睇喎。咁呢啲俾我哋講。其他任何嘢都強，就係等大家 seeing is believing， 親眼嚟到見到。咁我諗呢個都對於香港係一個好大嘅效益嚟嘅。至於話我哋同大灣區呢，當然係可以有好多合作啦。因為我知道大灣區其實首先佢係一個好大嘅所謂客源市場啦，人口好多啦，大家嗰個對於文化藝術體育嗰個需求都大啦。來往亦都近啦，咁所以喺一程多站方面，可能係同一個演出會唔會喺大灣區可以做到幾站呢？又或者係選定咗某一個城市嘅時候，其他大灣區城市嘅朋友就可以去欣賞。咁當然我希望多啲喺香港啦，但係其實我哋亦都可以一樣去。我亦都聽過，譬如話澳門啊、深圳啊，或者甚至其他城市，佢有好節目嘅時候，我哋亦都一樣會去，即係去參觀去睇。咁呢個呢。嗰個一程多站嘅勢頭咧，亦都喺度。咁啊，另外咧，就其實我哋喺香港做嘅唔同嘅盛事咧，亦都可以喺唔同時候咧，吸引唔同嘅朋友嚟到香港。有一啲可能咧係對於內地嘅觀眾朋友係個興趣大啲，有啲可能對外地嘅觀眾朋友興趣大啲，有啲可能係對我哋本地嘅朋友個興趣大。但係無論點樣呢，我只係即係講一樣嘢，譬如話大家去諗一諗，我哋一場嘅演唱會，我哋需要幾多嘅物流啦、保安啦、清潔啦、搭台啦、台燈聲嘅設計啦、技術人員啦，或者好似頭先吳主席講表演或者運動員佢哋嚟到香港啦。嗰一個嘅經濟收益呢，絕對係值得我哋大家都一齊去辦好呢件盛事。咁去辦好呢件盛事嘅時候呢，除咗頭先嗰啲朋友有關係之外呢，我哋嘅餐飲啦、零售啦、酒店啦、交通啦，每一位，如果你在座嘅朋友係呢一方面嘅老闆，或者係高管，又或者你係從事呢一方面嘅行業嘅朋友，都希望呢，你同我一齊多走一步，我哋提供一個好嘅氛圍、好嘅服務、好嘅環境。我哋而家中意講做好服務，我哋做好服務，讓到大家嚟到香港呢，賓至如歸，咁就最好啦。嗱，頭先聽局長講，大家多走一步啦，嚟緊就有個機會啦。點解呢？就係今年嘅11月，我哋國家嘅全運會，咁就已經係粵港澳大灣區就一齊合辦。咁啊，呢個就要問一問阿吳生啦。你自己有冇啲即係點樣期望？即係大家應該點樣投入多啲呢？咁樣同埋有啲人可能，咦，我都想投資下，又得唔得呢？咁樣有冇啲相關嘅活動呢？咁樣其實全運會就始終都係我諗大家三地嘅義工團啦，青少年開始嗰度已經係最基礎嘅合作嘅方式啦。咁如果以其他嗰啲體育項目呢，其實我哋通常就分兩種嘅，一種就係體育總會自己主辦啦，一種就係我哋嗰啲邀請賽啦。咁如果體育總會主辦嘅比賽呢，我哋香港體育總會就係受惠於一國兩制之下，我哋喺國際奧委會下面，我哋有自己獨立嘅會員身份。咁我哋申辦活動呢，我就喺翻一個城市度做嘅啫。譬如如果國內由國家體育總局佢申辦咗，咁佢都要揀城市落地嘅。咁其實我哋香港啲人真係好幸福，因為我哋始終好多比賽，我哋年年都有。而係上面，因為始終佢哋申辦咗之後，佢都要揀城市落地咧。我諗都好多年先至翻到去原本城市嘅。咁亦都呢一方面，亦都造就咗我哋香港嗰班體育總會咧，佢哋舉辦項目嘅專業技能。咁呢樣嘢其實我都想大方向，我哋可能遲啲都會同其他啲地方傾。如果你個地方以前都冇搞過啲項目，不如我哋試下嚟幫你主辦啦。我哋輸出我哋自己技術，都係一個長線嘅一個體育
嗰個方向發展咯。不過香港嚟計，始終我哋真係要好珍惜呢個一國兩制下個獨特身份。我哋一年有30個大型體育活動咧，我諗全世界係冇嘅。呢個係真係好開心嘅事。不如咧，我講多兩句全運會啦。全運會咧就真係文體旅融合啦。因為點解咧？當然佢係我哋國家最重要嘅體育活動，每4年一屆啦。咁點樣文旅咧？因為旅客方面咧，我哋亦都估計今年嘅全運會咧，淨係嚟觀賽嘅旅客，我哋估計最少都有10萬人次㗎啦。短短個幾個星期裏邊，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好多佢唔係特登嚟觀賽，咁當陣時佢嚟旅遊咧，佢都可能會想入場睇下。咁仲有運動員啊，同埋其他技術人員啊、代表團等等。咁呢個就係旅遊啦。睇文係喺邊度呢？我哋就希望咧，透過全運會嘅期間，既然有咁多人嚟咗香港，大家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嘅關注咁大嘅時候咧，將我哋香港嘅文化啦、地道嘅風情啦，甚至我哋嘅其他嘅藝術方面啊等等啊、習俗啊等等啊，都可以透過咧佢哋嚟到嘅時候，我哋有更加多嘅展示。呢個展示咧，無論係佢哋親身去睇啦、去行啦，或者係透過媒體啦 ，TVB 當然係好重要嘅媒體啦。咁佢哋可以去介紹，幫我哋咧將香港嘅故事説出去，亦都係説好佢咧。咁我諗呢個亦都對於我哋係全運會可以發揮到最大最極致嘅文體旅融合呢個功能咯。嗱，講到即係文旅融合咧，就要問一問蘇教授同我哋 round up 一下啦咁樣。嗱，既然咧即係啲全運會啲旅客嚟到咁樣，你會唔會有啲咩推介？其實有啲歷史建築，咦，即係值得去行下，亦都可能俾在座各位推介俾其他嘅全運會嘅時候嚟嘅遊客去知道咧。因為你一見到油麻地警署，即係舊油麻地警署打卡都好多遊客噶嘛，真係。其實真係有好多咁或者即係呢個咧就遲啲有機會嘅時候，我就將一啲政府已經其實做咗嘅好多嘅資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但係我想講一點咧，就係頭先聽兩位嘅分享咧，我覺得我哋即係香港呢幾年咧，我哋做咗咁多城市，其實我覺得咧一定唔可以咧就咁做完就算，因為即係其實喺做完呢啲盛事嘅時候咧，除咗即係帶嚟阿局長咧提到嘅好多嘅一啲嘅益處為香港之外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咧就係咧為我哋帶嚟呢個嘅經驗。咁我更加就想睇一睇就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同時間喺我哋嘅培訓人才方面，就住我哋未來幾年呢個發展咧，我哋可以係即係爭取到呢啲嘅經驗之餘咧，我哋可以係訓練到一啲嘅多啲我哋嘅年青人咧，佢哋可以投入去即係呢個嘅產業裏邊，咁亦都可以即係將呢啲嘅產業咧，好似阿吳主席頭先講嘅時候，我哋將來咧，我哋如果能夠匯集到呢啲嘅人才，匯集到呢啲嘅知識，會有呢啲嘅技術喺香港咧，我哋應該會喺大灣區裏邊咧，我哋即係當然我哋歡迎呢個良性嘅競爭，因為良性競爭會帶來合作嘅機會，亦都係同時間咧會為香港帶來進步。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一方面，如果我哋能夠吸引到呢啲人才，我哋能夠係匯集到呢啲嘅經驗，喺將來嘅時候，我哋可以幫我哋周邊嘅地方，佢哋如果需要搞呢啲嘅活動嘅時候咧，香港亦都可以輸出呢一個嘅產業，輸出呢個技術，同埋我哋成日講緊 know how。香港如果有呢一個嘅品牌嘅時候咧，我相信係無價嘅。多謝大咁多位，嗱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寄望我哋呢個嘅香港嘅城市經濟能夠再創高峰。多謝三位。